新屋裝修嘅時候，好多街坊都會猶豫，浴室到底使唔使裝浴屏？今日天利浴屏就從實用角度分析，幫大家理順思路，避免日後後悔。首先，浴屏可以打造獨立嘅沖涼空間。大多數澳門住宅嘅洗手間空間有限，沖涼同如廁功能都喺同一區域。有咗浴屏，就可以輕鬆隔離出一個專門嘅沖涼區，尤其係對注重私隱嘅女性嚟講，非常友好，而且佔地面積細，就算係狹窄嘅洗手間角落都可以安裝。其次，浴屏有出色嘅慳位優勢，澳門樓價高，空間夠晒珍貴。浴屏作為整體淋浴房嘅變形，功能齊全又佔地少，只需要洗手間嘅一個角落就得，比如常見嘅扇形、鑽石型浴屏就好適合澳門嘅細型洗手間格局。再者，浴屏乾淨又衛生，如果冇浴屏，沖涼嗰陣水會濺到成個洗手間都係。洗手間如果冇窗通風，就會好潮濕，容易滋生細菌。安裝浴屏之後，水會被限制喺淋浴區，保持咗洗手間其他區域嘅乾燥同清潔。喺澳門，推薦選擇天利浴屏公司嘅產品。天利浴屏選用頂尖原材料，玻璃經過多層安全檢測，透明度、厚度同抗衝擊力都達到國際領先水平。產品種類豐富，有扇形、鑽石型、雙趟推拉、三趟推拉等多種玻璃浴屏，無論係現代簡約風定係經典優雅風，都可以完美匹配。如果有需要安裝浴屏嘅需求，就可以聯繫我哋，等天利專家為你打造完美嘅乾濕分離浴室。